后来这个疫情佫亮起来，防疫保单大家咧抢买。富邦产险讲，现有的防疫保单已经来超出着下档承受的范围，所以无爱佫卖咯。这个豪泰甲跳风嘛，甲防疫险甲收起来，嘛无爱卖咯。讲会另外佫来推出着新的保单。大家排咧烧钱要买防疫保单，是讲保险公司无共紧啊，因为疫情愈来愈紧张。富邦产险公告，本来防疫产品敢若卖到昨下晡的5点半。调方是伫同一天卖到下晡的6点半，都无要阁卖啊。豪泰产险嘛讲，经过考虑了后，无要阁卖啊。4月初到至今，它的购买量以及询问度其实是已经都数倍于2、3月的一个热度。让民众选择不要这么困难，我们可能会做几种主要的区隔，那不会再陆续推出那么多不同的商品组合。险保关一扇门，还佫有一扇窗。金管会保险局强调讲，虽然有真个保单无要阁卖啊，险保目前的保单要50几张通买，这礼拜警告9个产品会公开销售，消费者免烦恼买无。是讲业者嘛加一寡条件，是讲延后保单的生效日，强调讲入院的理赔也是提关保费等等。跟以前的那个内容差很多，所以说很多保险公司它会在里面多加了一些内容，比如说隔离5万，如果你再确诊的话，再加5万。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担心的话，好，你买2家嘛。为着要降低为了病了付出的医疗成本，民众拢真想要买这个保险，也不过嘛都爱设置投保唔通压乡对拜。爱经上适合家己的，安尼较安心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